平安牧师，平安，牧师，我想请问一下，那对，个新的一季四宫表出来了吗？出来了，木山还没有传给大家哈，我看一下，对，我今天明天传，哦，好啊，谢谢。喂，好，咱时间已经到了哈，咱先来开始祈祷，咱做来祈祷。主必天父，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伫即个寒冷的冬天的中间，你互阮会当透过网络来组织。阮今仔日要对路加福音20章27节到40节要搁进一步来分享你对路加福音的记载阮思考的信仰的问题。阮伫遮组织的时，阮也特别为着阮台湾明仔载的总统的大选来献上祈祷。恳求主你来帮助阮，用一个智慧的选择来选出一个通信赖，会通带领台湾头前道路的总统候选人，将今仔日用阮组织的时间来恭敬到土地手中，求主你用圣神的智慧来开启阮，祈祷靠主耶稣求圣名求，阿免。好，咱今仔要对27节看到40节吼，这个中间咧讲到的27节到40节咧讲到是一个国外的问题。咱大概差不多讲到圣经内底咧讲到新约，讲到国外的问题的时阵，就甲犹太人的其中一个族群有关系啦吼。这个族群叫做撒都该人啦吼，撒都该人因无相信有国外的代志吼，所以因伫即个经文内底，咱会当看见讲因伫咧讨论即个问题伫遮特别是有提到一个因提出来的问题，就是照着犹太人的文化的传统吼，文化的传统就是讲阿兄若过身，小弟有迄个责任去带阿嫂吼做某安尼吼，伫这内底若这个是事实的时阵吼，就这个阿嫂吼实在是真歹命咧啦吼，阮若翁拢安尼过身吼，着搁安尼来吼，因用一寡文化的问题。在挑战耶稣关于国外的问题吼，这个内底咱会看到所记载吼是七个翁啦吼，七个兄弟的问题吼。好，路加福音伫即段的中间吼，特别咧讲到法利赛人甲经学师因真想要设计吼，要来陷害耶稣。咱头前讲到伫即个20到26节，这中间讲到迄个纳税的问题吼，今仔日这个都中间咧讲到国外的问题，因咧挑战耶稣基督的迄个权柄吼，咱会当看伊讲，这犹太教的人真正是咱讲咱像咧接力赛安尼吼，连伊法利赛人，连伊经学师，连伊长老、祭司，即马是又搁撒都该人啦吼。事实上，因遮的人彼此中间的关系嘛，毋是遮好咧吼。但是因伫这所在做伙来咧挑战耶稣的权柄吼。撒都该人无相信国外，这是今仔日的经文27节甲咱交代的这个背景啦吼。27节讲有一寡主张无国外的撒都该派的人来耶稣遐，就来问耶稣问题。这是照伫摩西所写的律法，会通讲是犹太人的文化，因来去讨论着婚姻制度甲国外的代志，吼。我捌看过一出的电影，吼，就是一个伫纽约吼的
犹太人犹太人伊是一个医生伊家己有一个女朋友，迄个女朋友毋是犹太人，但是有一天伊接到伊妈妈的批也是电话来甲伊通知讲伊爱倒转去因厝因为拄娶过门的阿嫂因为因阿兄已经过身所以伊有责任去娶即个因阿嫂安尼迄个背景就亲像安尼啦当然迄电影阁有其他的代志，我就无要讲就是讲到伫现代伫犹太教的内底，犹原阁有即种婚姻制度的文化咧影响因的生活这对因来讲是足重要的但是伫这中间咱看到撒都该人因无相信国话，就用即个文化的例来挑战耶稣伊讲29节讲迄个人有7个兄弟啦伫这中间伊就开始咧论这个问题当然咱爱先确定一项代志，就是讲文化背景袂当来取代信仰啦信仰是一个真超然的代志文化背景真有可能是对因的慢慢形成的这个文化中间会有当时甲信仰是有关系，甲宗教有关系，但是其实袂当取代信仰袂当取代信仰耶稣基督甲因讲伫天国内底无搁再有嫁娶无搁再有死亡啦当然伫这个部分有一寡人有其他的问题产生，就是讲如果若照耶稣咧讲伫天国无搁再有嫁娶共款遐个人的问题是讲咱咧讲将来有一日会伫天国三见面咱到底会去认捌着彼此无啦这个问题我的想法是安尼啦咱所要追求的是会当伫将来国晚时踮伫主所备办迄个天国这是咱的终极目标咱的终极目标毋是讲去要靠伫迄个所在咱要搁3人搁一家口做伙安尼尔定啦咱拢伫天国内底甲主见面嘛甲咱的亲人三见面逐个人拢伫迄个上帝的国度内底，就搁成做一个真大的天国的一家人安尼所以是毋是会当去认捌迄咱过去的亲人无其实我嘛无答案但是我咧讲当咱知影咱的基督徒的思考讲人的生命是对上帝所创造，当咱死去了咱的肉体就要搁要休烂，咱的灵要搁活伫主的内面，这是咱的终极目标这才是咱爱追求的，这是迄个搁活的概念伫咱的内底啦所以上帝是活人的上帝，毋是死人的上帝。上帝毋是迄个肉体死去迄个人的上帝，上帝是迄个灵命搁活的人上帝。所以会通伫上帝的国度内底来甲主耶稣同搁活见面，迄是搁较重要要来做一个反省思考进前，我搁小可讲咧，伫这内底，迄个撒都该派的人因来问上大的娶某无囝就死去第二个、第三个嘛娶兄嫂，到7个拢安尼做，拢无囝就死去。所以32节讲，后来这个妇人人嘛死去，安尼搁活的时阵，这个妇人人是倒一个人的某？因为这7个拢捌娶过伊做某耶稣就甲因讲，当今世的人有嫁有娶，不过堪得对死人中搁活的，搁进入来世人就无搁有嫁娶。嫁娶对犹太的文化来讲是安怎？
小弟就爱去带兄嫂。咱注意甲看经文，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叫做无囝就死去啊。所以对因的文化中间所咧思考，甲台湾人共款。结婚的目的是要生团后代，吼，迄个过去咱的思考是安尼吼。结婚的目的是要生团后代，啊，所以你结婚若久久无生囝，啊，人拢会甲你问啊，甲你质疑啦吼，啊，用阮家己做例啦吼。阮是结婚了甲八冬才生阮上生啊啦吼，啊，伫结婚了这八冬的中间，就足侪人拢会来问啦吼。哎哟，恁老爸吼，安尼等恁吼，要阁抱孙啊，安怎安尼吼？啊，那阮兜毋是无孙哦，阮阁有一个后生一个查某囝啦吼。但是因就是感觉讲，你结婚了，你就是爱生囝，啊，但是因袂当理解讲，阮还阁有计划，比如讲，阮结婚了后过冬，牧师娘去安怎读册，吼啊，读了后伊转来了，换我去读迄个研究所吼，啊，阮有迄个计划，所以阮无急要生囝，吼啊，对外人来看，因袂理解，伊就感觉讲，啊，你著结婚著爱生囝啊，吼，啊，通常一冬两冬，啊，你著爱生吼。即马现代人较侪甲阮共款的想法，所以讲，足侪人无安尼马上著生，也是讲，有困难伫生囝顶悬，啊，咱大概拢较会当接受啊。啊，伫30几年前，阮结婚了后，哦，迄个是日感到人咧问啦，啊，会通讲会当讲，关心甲互你有压力安尼啦吼，嘿，啊，伫即段的经文中间，迄个重点嘛是安尼吼。咱若对29节开始看，讲以前有7个兄弟，上大的娶某无囝就死去啊，这是重点哦，吼。30节讲第2个、第3个，这31节。娶因的兄嫂7个拢安尼，31节落尾佫共款迄句话，无囝就死去啊。所以因即个文化最主要是咧为着头前阿兄来留后代，是即个文化。其实甲信仰无关系，甲国外嘛无关系，甲将来伫天顶其实嘛无关系。所以耶稣伊才甲因回答。35节伊讲，不过会堪得得着对死人中国活，搁入伫来世的人，就无嫁嘛无娶。耶稣讲的话重点是遮吼，会堪得对死人中国活，这是牧师拄则一直咧强调的。基督徒的愿望是咱有甲主同国活，会通进入伫上帝的国度，这是咱的目标。是毋是将来会搁嫁会搁娶啊？即个太太是啥物人的太太？迄毋是重点，吼，迄毋是重点。咱若阵拢会当伫主的国度内底，同国活甲上帝做伙徛起，所有的代志拢就已经解决啦。迄毋是咱要去烦恼的物件啦，吼。所以36节伊讲，因为因是国活的人，袂搁死。甲天使相款是上帝的囝，吼，这个是新的关系建立，是一个灵搁活新的关系会建立吼。这个过来礼拜日，我会用这个灵内底合一来去讲到这个概念啦吼。所以关系死人搁活的事，摩西嘛伫这是耶稣所讲的第37节吼，得到的赐配，吼。迄段的经文有指明吼，嘛称呼主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伊毋是死人的上帝，是活人的上帝。所以咱要去解说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上，袂当去讲这是历史上过去的上帝，毋是。所要指明的是讲。上帝是伫亚伯拉罕的时代，甲伊做伙活地，伊是伊的上帝。过来时代过去，亚伯拉罕无去啊，上帝阁是以撒的上帝。当以撒阁无去的时阵，上帝是雅各的上帝。意思是讲，上帝是逐世代一直传承落来，一直到咱现在，一直到将来咱无去的时阵，上帝还阁伫地。
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上帝毋是死人的上帝，吼。所以伫即个经文的中间，咱会当看见讲39节有几个经学教师，因就真正承认耶稣的教导啦，吼。好，所以正伫安尼时阵，咱会当去看着讲，其实撒都该人，即个法利赛人，也是讲经学师，也是即个长老，也是即个祭司，因拢其实对先知的教导，对伫即个圣经的记载，因拢真熟悉，但是因无真真正正入捌真理啦，吼，无真真正正入捌真理，所以，咱必须爱有智慧啦，吼，咱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始开端，咱爱有智慧吼，明仔载的读经要甲大家分享嘛，是智慧甲愚妄，要对伫迄个马太福音25章迄个10个童女的代志吼，来甲大家分享安尼吼。咱嘛爱真正有智慧，对伫圣经的材料的中间，要安怎去操作迄个真理，我想迄是搁较重要的一项代志啦吼。伫咱看见讲遮个犹太人，因真真正正有读圣经，但是因无真真正正去知影真理，所要教导因的真正意义的时阵，就会有偏差，甚至会感觉讲，我就是用这来挑战吼。我有过去的会友中间有即种科学人员啦吼，因着用因所知的财物想要来辩解甲信仰有冲突的物件，但是有当时信仰毋是用伊家己的理性去思考的吼，这个部分就是讲，伊可能对圣经嘛真捌，伊会用伊捌的知识，想讲要来伫即个所在来辩论讲，圣经有当时讲的嘛无正确安尼吼，有当时你会感觉讲，听因咧讲话的时阵，其实因所论的点就拢有互相矛盾啦吼。好，咱看见讲撒都该人伫即个中间，伊用摩西的论法来指责耶稣咧讲的国我是无存在吼。是讲咱咧有当时咧讲，倒手摕圣经，正手摕大刀啦吼，也是讲倒手接稳定，正手来杀人吼，这个啥毋对吼？圣经毋是互咱来做攻击的器具啦吼，是要互咱诚做的物件，咱来思考来去做信仰的实践。就像雅各书伊所讲的，听道理无行道理的，就亲像人照镜看家己的面目，佫袂认真安尼吼。咱必须爱会当互家己伫圣经的教导中间来自我反省，来勉励咱家己，免得互别人得到并且互成做别人得到利益的即个工具安尼啦吼。撒都该人其实伫福音书内底出现的次数无介济吼，无介济，嘛无有啥物特别的著作啦，还是安怎吼？像马太福音有出现7摆啦吼，这拢无算济吼，因是一群真重要，嘛较激进吼，的人啦吼，因的激进是吼较属伫贵族，足爱享受迄个因所得到的福利，甲罗马政府的合作真好势，对伫耶稣甲伊的学生所传的，就足反驳啦吼，特别是咱咧讲到国我的代志吼，撒都该人因属伫迄个甲大祭司较有关系的人，足迄个讲中文来讲叫首教啦吼，较教条式的人，所以因对伫遮个新的想法，因就足积极
来反对吼，足积极来反对吼。所以这个咱大概了解因的一个背景的时阵，咱就知影讲，是安怎伊会去引用着摩西的律法来甲耶稣伫遐来做论辩安尼吼。啊，这就是伊咧因所咧讲的代志啦吼。好，搁一解强调，圣经毋是要用来指责人的，亲像牧师定定甲咱提醒讲，讲道读圣经毋是咧替别人读，是咱家己得读吼。咱读咱会得到帮助，嘛会当因为安尼来实践，互人也得到帮助吼。咱来看讲，一个人袂当共论断，伊伫马太福音第7章山顶的教师，佮继续来讲，你若论断人，就会去互论断啦吼。所以伫这所在，咱咧读的圣经，毋是咧互相咧指责的吼，咱才会记这样代志吼。所以嘛袂当用即种咱的有限的眼光来看上帝。这个嘛啥毋对吼，无限啦吼，上帝是无限的上帝吼。咱袂当用真浅白的人物来思考上帝的天国。事实上，天国咱真学伫了解吼。天国对咱来讲是一个概念，是一个愿望，是终极的愿望。那有人甲你讲，伊对天国足了解，你可能着爱小可先问。拍一个问号啦吼，拍一个问号。当然，咱有看过几本册，有写着讲有迄个天堂的经验。保罗嘛捌讲过一解，有这三层天的这经验。但是有这个经验是一个真特别的，毋是用来甲人唬吼过来每一个人伫天，咱咧讲了解天国的这个经验每一个人会。无共款啦吼，每一个人无共款，所以咱堪即个心正共款，咱毋通安尼家己当作讲每一个人拢会当有共款的心正吼，所以咱毋通对伫迄个超越自然的代志顶悬，咱用真幼稚无知的方式来去来问、来挑战，还是讲来去思考吼，所以咱即个部分基本上是甲这个信心较有关系啦吼。好，以赛亚书55章第7节到第9节讲到，歹人着离开家己的道路，不义的人着拄着家己的意念，来归向耶和华就要怜悯伊，当着归向咱的上帝，因为上帝伊来施行赦免吼。所以咱毋通用人的有限来看啦吼。佮继续看讲，耶和华讲，我的意念毋是恁的意念，我的道路毋是恁的道路。天怎样宽过地，照安尼，我的道路也宽过恁的道路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讲，有当时咱无法度用咱的思考完全去解说上帝，还是讲天国的代志。我想这是真自然的啦吼。但是天国是咱。愿望，这是伫圣经内底讲啊真清楚是咱将来的愿望。明仔载我哪会讲到迄个读经内底，我会讲到这个部分啦吼，就是讲十个童女譬如着甲犹太文化迄个结婚有关系，因咧等待是迄个新郎要搁倒转来，新郎当时要倒转来。有牵涉到因的婚约，牵涉到老爸要安怎替新郎新人来准备厝体，佮牵涉到讲耶稣咧讲迄个日子、迄个时间，无有人知影，连使者嘛毋知，连囝嘛毋知，只有爸知这个来牵连到着10个童女，因是安怎伫遐等，因为迄个时间无人知，只有上帝知。囝嘛毋知，使者嘛毋知，这使者代表过去的先知的预言，因嘛毋知影时间，因只知影讲有一个拯救要来，有一个弥赛亚要到，当时要到，因嘛毋知影所以
伫即个安尼诶背景内底，咱若去了解迄个十个动物诶时阵，咱会更较清楚啦吼。所以咱伫有限诶人诶角度要去思考着无限诶上帝，基本上咱爱先承认这是有困难啦，吼，迄是有困难。好，41节到44节，这个所在咧讲着耶稣基督甲大笔诶关系吼。耶稣对因讲，人哪会讲基督是大笔诶后代？大笔本身伫诗篇讲，主甲我诶主讲，你坐伫我诶正边，听候我互你诶对敌来屈服伫你诶骹下。大笔拢称呼基督做主，基督哪会是大笔诶后代啦？吼，这个是真趣味诶一个哲学上诶逻辑思想啦吼。咱拢知影讲，照伫圣经诶预言，伫大笔诶后代有要兴起一个拯救者，吼，伫大笔诶城伯利恒要生出一个新生王，咱拢知影。但是耶稣伫即个所在，伊咧论诶，伊其实毋是咧否定讲伊是大笔诶后代，但是伊咧论诶是伊诶神性吼。所以咱去看着讲，即个代志记载伫即个所在，伊有伊诶焦点，伊诶焦点是咧讲着即个耶稣本身是上帝诶身份，也是上帝诶囝诶身份，所以咱若看即段经文，你若去看诶时阵吼，伊讲伫大笔诶诗篇内底写42节记载吼，主甲我诶主讲，你坐伫我诶正边，听候我互你诶对敌屈服伫你诶骹下。吼，所以大笔拢称呼基督做主，吼，所以基督毋是大笔诶后代，这就是讲神性的关系。但是照伫人主诶关系去论诶时阵，当然伊是大笔诶后代，吼。这是咱若无甲即个先厘清诶时阵，咱会较无清楚啦，吼。所以咱伫进前即段，咱看见撒都该人咧问耶稣基督诶即个个话了后，耶稣基督伊就主动来问讲，啥物人是主啦？即句话若要甲找一个共款诶问题，咱会当来思考，就是讲，当耶稣带门徒去到伫即个该撒利亚腓立比诶时阵，伊问伊诶门徒讲。恁讲，人讲我是啥物人？搁来去问讲，恁讲我是啥物人？伫迄个所在，彼得才讲着讲，你是基督，永生上帝诶囝。吼，这个咧表达伊诶神性，对伫人主转来到上帝。吼，咱讲人主上帝，圣囝上帝。这个角度，咱要安怎去转换去思考？这是伫即段内底真重要的思考啦，吼。马太福音22章头前来讲到国外的问题了，经学师就提到着诫命来挑战耶稣基督，法利赛人嘛是伫即个所在内主动提问啦，吼。伫马可福音12章的记载的顺序呢，就甲马太福音较类似，甲路加福音较无共款，这是即三个强观福音的记载较无共款的所在啦，吼。咱要进一步来思考，就是讲，耶稣基督甲大笔的关系到底是啥？拄则咱咧讲，咱爱对人观甲神观甲分开看，吼。即段是耶稣咧讲着神观的。神的上帝观啦，吼，诶问题。你若对人观来讲，咱会当倒转去思考马太福音第3章，吼，也是讲路加福音，是咧，路加福音第3章，马太福音第1章，咧讲着耶稣的家谱的代志，吼。即个就是人观啦，对人的角度咧讲的物件。咱就知影讲，耶稣就是对大笔的说下落来，吼。这个是
无共款的两个线索在思考吼。这是拄则，我读经文互咱听，就是伫诗篇110篇第1节讲：主对我主讲，你坐伫我的正边，等我互你的对着做你的骹踏椅吼。这个就是耶稣引用伫诗篇的经文，就是大卫的诗篇家己所讲的吼。路加认为这是大卫伊家己承认迄个三一上帝的一个信仰告白，所以上帝毋是干那迄个圣父上帝尔定，伫大卫的经文内底也有去承认着耶稣基督是上帝的这个概念内底，这是路加的神学所伫这个所在强调的吼。主对我主讲这句话吼，这是引用的诗篇的经文来啦吼。伫以赛亚书，咱拄则看见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第7节的这个所在，经文嘛是安尼来咧讲啦吼。伊讲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有一个囝赏赐互咱，政权要担当伊伫伊的肩头顶悬，伊要称作奇妙、测殊、全能的上帝，永远的天父，和平的君王。伊的政权甲平安要加添无穷，伊要伫大卫的宝座顶悬治理伊的国，用公平公义来互伊的国坚固稳固，坚定稳固，对担直到永远万军的耶和华的心，这是这个需求要爱安尼来食吼。这就是咧讲着上帝伫迄个所在，伊的计划要正着安尼来成就伊的救恩，来透过耶稣基督。对以赛亚书11章第1节到第9节嘛，是安尼讲对亚瑟的军要爱有发一条吼，这个就是来讲亚瑟的军咧讲指大卫，然后佮指着耶稣基督。对伫迄个世下落来吼，对伫迄个世下落来，所以真清楚，将来主耶稣基督要出伫亚瑟的军，但是伫这个所在，耶稣用着大卫的诗篇，咧讲着伊是伊的主，照这个人的论来看的时阵是无可能的吼，但是照着神论、上帝论来看。这是就是本地就发生的代志，所以讲，当坐伫上帝正边，就是讲登基做王啦吼。伫迄个所在来做判断，互伊的对着来伫伊的骹头下骹来做伊的骹踏椅的时阵，安尼咱就知影，亲像圣神来感应感动共款安尼吼。马太福音16章16节到17节，西门彼得回答讲：“你是基督永生的上帝，的囝吼。”这是咱拄则已经讲到，因伫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所在，耶稣所问的，这是圣神来指示彼得所讲的话。同款伫这个大卫的时代，伊写诗篇110篇。嘛是圣神甲伊启示，伊才有通安尼来认捌耶稣基督就是主，这个是咧讲着搁一个讲是，咱来分开着人论甲上帝论的差别啦吼。因经学书本来想讲要来问耶稣问题，会当甲耶稣来考倒，但事实上，因其实家己对这个圣经并无真正介了解吼，所以耶稣时常咧回应因的时阵，会听讲你敢毋捌读过吗？吼，比如讲有迄个少年来官来问讲，你着爱安怎做才当入天国？耶稣讲伫迄个律法你敢毋捌读过吗？伊就甲迄个你着尽心尽意尽性听主你的上帝，这物件就读出来，意思是讲。耶稣咧问伊讲：“你读了，你无明白吗？你无了解吗？”所以伫这个整个的背景，咱看见，无论是法利赛人啦，无论是撒都该人啦，无论是经学士啦，或者是这长老祭司，因拢是掠做因家己是真了解圣经，也是讲律法，因就要来用安尼来挑战，也是甚至要来
陷害耶稣，比如讲，前看见讲，因着问耶稣讲，啊，你感觉纳税对毋对安尼吼？啊，耶稣当然伊有伊的方式来甲因回答嘛吼。所以耶稣伊就讲出一个真有名的话，这个该撒的归该撒，上帝归上帝吼。啊，这互咱做一寡连结知影啊，就是讲，除了咱爱照着咱的本分去做了后，嘛受到提醒，就讲咱读圣经毋是干那读迄个表面字面，咱必须爱真真正正去了解迄个真理的教导啦吼。45节到47节，这是20章的最后吼，伊伫迄个所在来谴责经学士吼。经文咱讲啦吼。众人在听的时，耶稣对伊的门徒讲：着侍奉经学教师，因爱穿长衫行来行去，伫市场口互人请安，搁伫会堂坐官位，伫宴会坐大位，因亲占寡妇的家伙，搁调故意祈祷真长，因会受到较重的刑罚。吼，而且有几项代志吼，就是讲因爱穿长衫行来行去啦吼，就讲无代无志去穿因迄种因家己安尼咱应该咱用安尼譬如啦，就是讲，若准讲有人无代无志吼，穿着朴素服吼，伫遐街路安尼行来行去安尼，共款迄个意思啦吼。咱知影。就算讲吼，伫学校内底吼，遐个博士吼，因拢穿博士服，拢是有时有准的。毋是伫典礼中间吼，也是伫即个必要的时阵，因才有穿啦吼。因袂凊彩学袂穿吼，这咱大概会通对安尼来了解啦吼。所以因伫迄个所在，耶稣咧讲的讲。因是调故意安尼称，要爱互人甲因请安。法利赛人嘛是会安尼吼，因甲即个因的衫穿的要叫人吼看见吼，感觉因足公平安尼吼。马太福音23章第5节咧讲着讲，因甲咧穿的衫内底。用愈来愈大版啦吼，衫下骹的腿吼做长吼，逐工互看，感觉真拍啦吼。咱台湾较在地文化来讲啦吼，因会感觉讲这是安尼足请赢要互看安尼吼。所以因照着耶稣咧讲，因即阵人就是自高、好面子，搁吼伤过骄傲，吼爱安尼。真虚华的即种人对因的恶恼，搁爱坐大位啦吼。坐大位其实毋是袂使啦吼。咱若倒转去看，咱之前讲过《路加福音》14章第7节到11节，耶稣咧讲着宴舍中间的位的时阵，伊叫咱人毋通家己去坐大位，爱互去请去，免得去互人甲你请落来吼。所以。爱有谦卑的态度啦，吼，爱有谦卑的态度。我捌听过有人用46节的经文来咧讲着牧师服啦，吼。有一派人，特别是认为较自由的，也是讲你若去看一寡较灵恩也是华语教派的牧师，因拢无要穿牧师服哦，甚至因讲道的时阵嘛无要穿牧师服吼。因拢用这咧讲啦吼，因会主张讲吼，你穿牧师服吼，人就会感觉讲吼，你就足有威严的吼，你安尼吼，人较无爱亲近你啦吼。我的看法无共款啦吼，我感觉今仔日这段46节咧讲的，甲牧师服是无共款的吼。我会安尼想啦吼，咱即摆咱的教会已经交互即个工程公司接手啊吼。今仔日阮早起，阮有搁去载一寡物件离开教会的楼梯啦，等等一寡物件。等入去的时阵，大门因已经换好啊。
我一入去，就有一个人，伊就问我：你有啥物代志？你可能想讲，咱教会呢，牧师入去，伊若问我啥物代志？但是伫咱昨交接了后，咱的教会无搁称作教会，咱的教会称作工地。所以，啥物人咧管理工地？是遐做工的人好，因所有做工的人爱标准的配备啊，吼，就是爱戴安全帽，爱穿迄个迄种工作的衫，甚至因去你到顶悬都爱有夹迄个安全锁伫昨因一开始的时阵，这个从容长老伊就讲，迄个人无合规格，咱就甲因讲吼，就是照安尼，你做啥物款的职务，你爱有啥物款的服装。牧师奉牧的时阵，为什么着爱伫奉牧的时阵，着爱甲伊穿迄个袍，佮甲伊按立，如果牧师服是干那伫迄个按立的时阵穿的时阵，那安尼我感觉着免开迄个钱去做迄个衫吼，迄嘛贵安尼吼。你若去看天主教的神父吼，因目睭开着穿迄个牧师服，阮叫做小礼服啦吼。这是伊的职分啦，迄是伊的职分，毋是伊无代志要穿去互去互安尼甲伊娱乐包容安尼，毋是安尼吼。你若注意看，因基本上因无论是咧做工，因无论是咧接这个葡萄汁，结葡萄汁，也是安怎，因拢是穿牧师服，因为迄就是因的身份，因的呼调吼。但是一寡无啥爱穿牧师服的人，伊就有一寡理由咧讲啦吼。并毋是讲这个穿牧师服就是爱颠倒吼。我无同意，完全无同意安尼的讲法啦吼。穿牧师服对我来讲是一个提醒我的职分吼。当我咧讲道，我咧分享的时阵，我着爱搁较谨慎吼，爱搁较谨慎吼。亲像前礼拜日咱的就任，就任的时阵，基本上我毋免穿大服，但是我前礼拜穿大服。通常我穿大服，大概就是迄个洗礼的时阵、圣餐的时阵吼。但是前礼拜呢，咱有啥物？咱有长老的按立，伫长老的按立甲牧师的按立其实是共级的，所以我必须爱穿大服。迄是一个咱伫长老会制度内底一个真清楚的规范吼。好，那亲像牧师要按立，也是要就任的时阵，议长、主理的人、牧师拢爱穿大服，一定有一个穿大服吼。这就是迄个礼典的要求啦吼，迄个礼典的要求。普通时当然我袂清清彩彩逐礼拜咧穿大服吼，所以爱有时有准。伫耶稣咧讲到即个撒都该人啊、经学士啦，也是法利赛人啊，因的问题是因无照着应该爱穿的时间，因敢若亲像讲逐工在穿啦，因是调故意要爱互人来学了因啦，调工伊个做真长的祈祷，互人感觉讲伊足虔诚的啦吼。但是事实上，因的生活是啥？因去欺负寡妇。啥物是寡妇？寡妇伫当初时来讲是上弱势的一个族群，因袂当去伫即个正常的工作的环境内底，因为妇人人袂当出头，所以因只有若毋是真善车，就去从事特殊的行业，为着要来会通过生活。但是无拍算，才会穿水水，结果呢真惹恼的人，却咧侵占寡妇的财产。这是耶稣伫这所咧讲。耶稣所要表达的是讲，因的外表甲因实在内在的灵性性命是完全无同款的。所以伫这个中间，咱要来反省是讲，咱得爱谨慎啦吼，爱谨慎咱的行道，咱会讲话
甲咱的作为爱共款啦吼，莫出风头啦吼，着爱谦卑吼。我时常提醒我家己啦吼，就讲成事不必一定在我啦，吼，就是讲我定定咧甲兄弟姊妹来鼓励是讲，咱咧见长诶代志，毋是一个人要出头，咱茫是足侪人拢参与，上好是每一个咱诶三级教会兄弟拢参与伫内底上好，吼，拢上好，吼伫咱诶服侍内底，咱本来就是爱安尼，咱讲同心合意伫上帝面头前，毋是倒几个人咧出风头安尼尔点，吼。所以讲做比讲更较重要啦，吼。咱有当时讲要求别人，有当时咱拢会袂记一啦，吼。讲一个团队内底总是有一个带头诶人，有其他诶核心诶同工甲兄弟姊妹，但是当咱袂记有即个伦理诶差别诶时阵，咱超过头去诶时阵，咱就有几个层面去否定带头诶能力，嘛去超越着你应该爱做诶即个位置吼。也亲像咱即马开始伫咱诶礼拜堂交互工程公司，我着爱自我提醒，就是咱爱照着迄个次序。咱即马小会有派创营长老进村长老伫工地伫迄个所在来替咱监工，然后对即个工程公司的对口是爱对认定长老吼，这渐渐咱着爱去守即个伦理的界线安尼这是较重要吼，才袂有混乱吼，较袂有混乱吼，这即马开始因围起来了后，过来咱的物件嘛起差不多，因开始咧拆的时阵，就拢完全是工地，咱要进出着爱照工地主任的要求，吼，爱安怎穿，爱安怎做，爱安怎行才会使安尼吼。好，过来是讲伫今仔日这段的经文内底，咱咧讲真真正正的疼人，毋是用迄个外表的行为安尼定，嘛毋是咧欺负人，是爱真真正正来去看到人的需要吼。伫今仔日拄有人传一个影片互我看吼，就是讲一个伫前无偌久真寒的冬天，有一个骑奥多摆吼，骑看边仔有一个人咧刹车。伊定问讲你是安那无油吼？伊讲嘿无油安尼吼。伊一工讲敢若11度安尼尔定吼。迄个人就甲伊的椅子挂掀起来，伊有2罐有味的油啦，伊当甲灌入去，迄个人一直要互伊钱，讲无，我毋是要甲你摕钱的，我准备遮就是若拄着亲像你安尼需要帮衬的人，我就互伊安尼吼，你就会当较紧转去安尼吼。但是颠倒转来，咱来看今仔日经学书，因颠倒是咧欺负迄种上弱势的即个官府吼，所以疼毋是欺负人啦吼，是爱真真正正爱用心来去看到人的需要，然后伫遐来利益众人，来互人得到帮衬，互上帝的名来得到荣耀。我想这较是咱诚做一个基督徒。捌圣经的人所需要做的一项代志啦吼。其实伫生活中间有足侪代志，拢需要咱真安尼努力去思考、反省，然后去实践。当然有当时感觉无遐尼简单，但是咱一点一滴来做，吼。一天比一天会搁较进步安尼吼，咱望咱会当做伙学习吼，也从即个耶稣咧提醒的即个经学书的问题来做咱的提醒，咱爱有好的智慧来选择行一个正确的路啦吼。好，以上来有问题无？还是有要分享的无？敢有？
牧师，我来分享好，迄个人伫天堂还佫会当互相熟悉也袂啦吼。好，我看过即个一寡资料吼，当然每一个宗派吼，伊有无共款的观点啦吼。比如天主教伊是认为讲还佫会当迄个，但天主教开始的时阵，迄个叫做奥古斯丁吼，奥古斯丁是认为讲是甲上帝的关系较重要，人是毋是熟悉较无关系。但是阿奎那吼，阿奎那的观点就讲认为人还佫有当熟悉，所以无共款的宗派拢无共款的看法想法啦吼。不过我是对耶稣的迄个伊有甲讲一个譬如的时阵，讲到亚伯拉罕甲列索罗，当然这是一个譬如吼。咱若对迄个譬如去看的时阵，敢若淡薄仔会看到讲，敢若熟悉哦，敢若有熟悉迄种感觉哦。当然，但因为这是一个耶稣的譬如，应该嘛毋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一个技术啦，是譬如啦吼。所以有几个我知影这有几个不同的观点吼。大家教会较早的牧师叫做陈道雄牧师吼。伊捌迄个伊捌中风过吼，伊有一个迄个查某囝查某囝吼，就讲伊的孙啊，有写一本册，就是讲即个孙啊吼，有去过天堂，有去过天堂，伊有记讲天堂内底有啥物款的物件安尼吼。那对伊的记载内底吼，当然这是一个囡仔吼，记载的故事内底是人是不是还是认识的？就是当上帝要伫迄个甲这个囡仔的启示，到底是啥物款，这咱唔知啦吼。也许他以这个很小的心灵，他可能告诉他说，其实是都还认识的。但是咱应该有一点来想，就是讲，咱甲上帝迄个关系遐尔亲密了后，其实就是到天顶了后，嘛是大概拢是一个真正亲密、互相迄个认识甲迄个共融的关系，应该是赢过讲。迄个亲情啦，伊自然的亲情嘛，因为每一个拢是兄弟姊妹啊嘛，迄个自然的亲情所以咱有时就开玩笑讲，这个代志圣经的记载，咱嘛无讲足清楚的可能等一天咱到天堂的时阵，无咱再来问保罗，还是讲免问什么人，像尼希米嘛咱读尼希米记的时阵，就是有看到一个书信嘛尼希米记咧讲的时阵，讲迄个叫做意思啦咱无看，你知无？到尾又佫出现。若照你讲是，因是同一个时期的人，尼希米意思来可能较早是叔啊。对。但是有怎样讲，尼希米咧讲，迄个城内底遐长官咧欺负人的时阵，是意思到底是走倒去？这我是找无着资料你看我就甲咱兄弟姊妹讲，咱另讲到伫天道的时阵，再来问尼希米甲意思啦因为我嘛毋知为啥迄个时间无去，尾仔才向佫造出来安尼这个是这样，我是安尼分享嘛，这无答案这没有答案啦，真正无答案。以上，回应文牧长咧讲的若有一天我会当去到天国时我毋免问尼希米，我要直接问上帝。咱甲上帝的关系较重要啦对。还有无？老师，因咧落来穿长衫，这是讲咧穿甲骹尖遐去迄款衫主要是对，真长啥物表示性你若准咱用祭司的衫来讲啦祭司的衫伊的下骹袍的下骹有迄个咱讲腿仔啦是迄个表示迄个律法啦。因有613个这伊愈长就敢若亲像咧表达讲，即摆犹太人是因爱摸一个即个弓仔这就是律法的弓仔啦愈长改成表达讲因改成足有灵性安尼啦若像讲你腿甲愈长表示你愈神圣，有迄种的意思伫诶啦。你的长袍着地，咱若要用即摆开玩笑话讲你这个愈高端安尼就对啦咱讲道行越深安尼啦这基本上是无啥物有意义啦无啥物有意义，就是讲像咱即摆咧讲的制服来讲，袍大概就是代表一个无共款的身份就像牧师创立了后，
伊就穿迄个袍，啊，像讲阮有后壁阮有读博士，阮就干那伫手遮画三角，啊，每一间学校，每一种无共款的学位，伊的设置，啊，伊代表意思也拢无共款，吼，啊，拢无共款，有的人牧师法有即条，吼，即条吼，阮大袍的领巾即条啦，吼。咱长老会基本上都拢用红色的，啊变过来白色的安尼。啊，伫美国吼，我迄阵伫信义会服侍的时阵，因是穿白色的袍，吼，因是白色的袍。啊，因即个领巾呢，逐个人拢无共款，吼。你若做主教的，哦，愈精彩，吼，愈精彩，甚至咧拍十字架啊，拢无共款。OK， 伊有无共款的。职务也是讲阶段啊，伊即个部分吼啊，我认为即个认真安怎嘛拢无重要啦，伊只不过是一个积分的代表安尼尔定。你若阵有机会去到伫原住民，你想讲连长长的竞赛，伊是即个排湾的，因的牧师的认真传统的认真，佫无共款哦。我有一条啊吼。我足好诶牧师朋友，敢若兄弟仔咧吼，啊，因着我转来诶时阵，就任因着寄一条送我吼，我从来捌用过啦吼，我是感觉讲这是一个感情吼，啊，足水，啊，一个感情，啊，一个迄落尔吼，啊，我着甲放伫我诶衫肚内底做纪念安尼吼，啊。迄意思是讲，有诶人真爱穿甲叮叮当当吼，啊，穿啊真济安尼吼，啊，互看讲哦，我这个人安尼足请呀，啊，穿啊真水安尼吼，啊，迄耶稣其实咧表达讲这是无意义诶啦，甲伊诶身份袂合，因为耶稣后壁就咧讲因其实事实上伊是咧欺负迄个上弱势诶寡妇吼，毋是真真正正读着圣经教上帝诶教导去听人吼。嘿，啊，所以即个差别是伫即个所在啦。啊，你的腿仔较长，表示讲你圣经真实、律法真实嘛无意义。较重要意义是讲，你真真正正甲人的关系到底是安怎？你有去实践真理啊无安尼？吼。好，谢谢。诶，佫有无？好，安尼无，咱就到遮，咱请洪文兄带咱来祈祷好无？无伊啦。我来替伊祈祷来，好，伊在无伊。好，咱先甲来感谢。谢谢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一个时间，互阮透过牧者诶讲解，互阮较深会当来明白上帝你诶话语。阮深信，阮所信的上帝是因我诶主。阮感谢你，今日诶启示虽然有淡薄仔困难，都是阮逐个拢真正用心来听。阮是上帝你所拣选的百姓，阮是你用同继续回。主，阮感谢你，你赐予阮活命，赏赐阮有一个福分，成做你的囝儿，成做你的百姓。主，阮求你时常帮助阮，透过读经，透过祈祷，会当明白你的真理，会当知影你要互阮每一个人的活命来做啥物代志，来荣耀上帝主。主，阮感谢你，求你帮助阮，互阮更较有气力来敬拜上帝，来当来荣耀上帝，来做真济利益别人的代志，帮助别人的事。主，阮感谢你，求你互阮每一个人透过时常读经，透过牧者诶启示，会当互阮灵命更较成长。
主，阮感谢你，互阮每一项头前的路站，都有主上帝，你甲阮相做伴，互阮会当充满着主你所带来的平安。主，阮满心感谢阿罗你，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谢谢。再见了。多谢牧师。大晚安。好，谢谢牧师。谢谢牧师，晚安。再见。